DEXIS 內口腔掃描器設計小巧，先進數字化科技令診斷更精準，讓你更了解治療計劃。恭喜發財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。我都喺度祝咪咪牙尖嘴利，大家笑口常開。大家好，歡迎你哋收睇澳洲 TVB Anywhere 嘅破解醫學迷思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咪咪。牙齒不僅影響我哋嘅外觀，仲會影響我哋嘅消化、咀嚼同埋整體健康。今日我哋好高興請嚟悉尼嘅兒童齒科及矯齒專科醫生 Dr. Gareth Ho 為我哋分享一啲牙科嘅知識。Dr. Ho 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今日要破解嘅迷思係洗牙會洗鬆啲牙。Dr. Ho 啊，咁係咪洗牙真係會洗鬆啲牙㗎？洗完牙之後，好多病人會覺得啲牙有啲鬆脱，主要原因就係牙石同牙石之間會將啲牙黏住。當你洗咗之後，多咗空間，牙齒會覺得鬆。但係牙鬆嘅形成係主要係你之前有牙周病，牙肉同牙骨萎縮。洗乾淨之後，俾時間牙肉同牙好翻，咁牙骨同牙肉就會包住牙齒，令到佢緊翻。咁即係話洗牙唔會整鬆啲牙，係幫助啲牙齒同牙骨恢復翻正常。即係會令到佢健康翻啊！冇錯啦，等於你洗個傷口，你唔可能長期都唔洗傷口㗎。洗完傷口之後，亦都會流血，亦會紅腫，但慢慢經過長期嘅治療，傷口就會好翻啦。Dr. Ho 啊，我哋小鯨魚咧有好多粉絲係懷孕㗎嘛，咁究竟孕婦可唔可以洗牙嘅咧？孕婦係需要洗牙，亦都應該洗牙，但係大家要注意喺你孕婦準備做媽咪之前，即係備孕之前嘅話，希望牙肉健康。嗰陣時通常要檢查牙齒，定期去洗牙。但係懷孕期嘅中間4至6個月嘅安全期，亦都可以檢查牙齒。生完 BB 之後，亦都需要去檢查牙齒同埋洗牙。喺懷孕期裏邊，牙周病因為荷爾蒙分泌嘅影響，同埋我哋飲食習慣嘅改變，會更加嚴重。所以孕婦係應該洗牙同埋定期檢查牙齒。因為咧有陣時咧懷孕初期啦，好多媽咪咧都會嘔噶，咁你知成口都好酸噶嘛，佢哋就會擔心啊，會唔會話我去洗牙啊，流血啊，又或者要照 X 光片咁樣咯？幫孕婦檢查牙齒會同其他人有少少嘅分別，因為佢哋唔可以照 X 光片。咁我哋可以做嘅話，就可以用電腦掃描 3D scanning， 將孕婦懷孕期嘅時候嘅牙齒同牙肉做一個記錄。之後做一個對比，咁因為食物嘅改變，中意食啲酸嘅嘢啊，或者有嘔吐嘅話，咁都需要注意啦。通常牙醫會提呢個個案，就係話點能夠處理呢個嘅問題。個重點係孕婦係需要定期檢查牙齒，亦都需要洗牙。但係時間表方面就係備孕之前4至6個月，同埋生完 BB 之後。咁如果真係啲牙好痛咧，咁又未生 BB 喎，即係我有啲粉絲咧就話死啦，我隻牙係原來有蛀牙嘅，咁喺呢方面咧止痛啊咩咁樣有冇問題嘅咧？普通嘅止痛藥咧，孕婦都可以食嘅，咁但係盡量避免食消炎藥啊，或者係食抗生素。咁通常孕婦嘅醫生會提供一啲意見，但係 emergency 嘅話都要睇，都係預防勝於治療。當你準備生 BB 嘅之前或者懷孕之前，最好睇一睇你牙醫先。Dr. Ho 啊，好多老人家咧好驚洗牙㗎，佢哋覺得洗牙好辛苦。咁喺呢一方面咧，我哋應該點解決咧？嗱，中文有句説話叫做諱疾忌醫，怕洗牙唔代表你唔需要洗牙。有一樣要注意就係身體嘅健康同牙齒嘅健康係有好大嘅關聯嘅。如果你有糖尿病，會影響到你牙周病更加嚴重。如果你有牙周病唔處理嘅話咧，你嘅血糖亦都唔受到控制，咁身體越嚟越差。洗牙當然唔舒服啦，因為你10年先洗一次，咁又會痛，亦都會流血啦。我提議老人家定期檢查牙齒，定期洗牙，唔需要一次過做你10年儲埋嘅垃圾。咁如果你有嚴重嘅牙周病，牙根已經外露，咁洗牙嗰時當然會有啲敏感。咁處理嘅方法就係洗牙嘅時候可以打麻醉藥，但係你又唔想打麻醉嘅話，可以用局部麻醉，即塗一啲物料。
喺洗牙嘅時候冇咁敏感。另一個方法就係洗牙之前1個鐘頭食少少止痛藥，咁令到身體對痛症呢個感覺減低。洗完敏感之後，醫生會同你塗氟素，或者用一啲防敏感嘅牙膏塗上去，敏感程度減低。過一段短嘅時間，慢慢會習慣就可以處理啦。但係千祈唔可以諱疾忌醫。時間都差唔多啦，下一集會繼續有 Dr. Ho 為我哋破解醫學迷思。DEXIS 內口腔掃描器設計小巧，先進數字化科技令診斷更精準，讓你更了解治療計劃。